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不信抬头看，我朱良辰饶过谁呀？尤其是苗里这种两面三刀、自以为是、装模作样、处处留情、来者不拒的渣，我一定啊！你在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哼，没听清算了。在校级联赛中实行舞弊行为，并诬陷同学，严重违反了学校纪律，其行为等同于考试作弊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朱良辰同学留校察看处分，取消学位申请资格，并且同时撤销了社长职务，对击剑社提出集体批评，取消优秀社团资格。完了，这个白龙怎么也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呀？你还是赶紧去找苗里解释一下吧。朱良辰这个笨蛋！关键谁这么没脑子啊？把这种事儿发网上，这不连累整个社团吗？王兰，这帖子不是你发的吧？你以为都像某些人一样喜欢在网上发匿名帖啊？小涛，这轮到你说话吗？你个动漫社的，这轮不着你说话了。汪兰，现在整个击剑社都成了大家的笑柄，你满意了？啊，白大少啊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！我不是跟你说这件事不能闹到学校吗？你还给我捅到网上去了，弄得现在满城风雨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没人查出来是谁干的。再说了，我要不把这事儿捅出来，那这事儿不就石沉大海了吗？你还邀上功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只会让事情更糟？你还嫌汪兰不够烦啊？真是猪队友！我又做错了呗？白龙也是好心，朱良辰那是罪有应得。再说了，苗里不也是纯颜赵雪的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你们两个智障说话。哎呀，我。汪兰，我正好去找你。你知道了？你现在终于知道
为什么不让你管那件事，对吧？我也没想到他会捅到网上去，我本来想私下解决的，不过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学校该怎么处理就得怎么处理。再说了，这也是事实。事实又怎么样？你澄清了真相又怎么样？到头来你只在给自己添麻烦，你不知道吗？就是你这种态度让人生气，明明是关心你，为了你好，每次都是热脸贴冷屁股。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儿，可是你得看到我对你的好吧？好心好意全都石沉大海，对你来说我到底算什么呀？算。你觉得算什么？我觉得什么都不算。娇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我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呢？我没有让你去陷害苗里。谁让他欺负你了？我就是看不惯他对你那样。他没有欺负我，而且就算我跟他有什么，我不需要，也用不着你来管我，你明白了吗？娇娇，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咱们认识这么久，你的注意力只在他一个人身上？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为什么眼里只有他苗里一个人？喜欢不喜欢本来就没有什么道理。就像无论我做什么，苗里也不可能喜欢我一样。是啊，无论做什么。那，你现在没了学位，你要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现在这样，碧溪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了。哎，你干嘛？这一拳我让你。你还真忍他啊？谁有功夫搭理他呀？完了，汪兰不理我了，我又做错事儿了。今天碧溪电台的故事会就讲到这里，下次故事会的播送时间，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。怎么了，大小姐？还不痛快呢？就是觉得很心烦。哎，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那个李公子呀，知书达理，温柔体贴，我怎么就遇见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木头疙瘩呀？李公子有李公子的好，苗里有苗里的妙，鱼和熊掌不能兼得。你们不玩了？你干嘛？小桃，你让我跟汪兰单独待会儿。别聊太久啊。昨天你没回我微信，我知道你生我气。我没有生你气。哎，你以后做事能不能用一用大脑啊？我都怀疑你没有脑回路。是，我承认我是考虑事情欠周全，但是以后不会了，我发誓。
你发誓你也记不住？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啊？我怎么？哎，你还问我你怎么了？应该给你颁个不靠谱大王的奖状。也没有那么不靠谱吧？我承认我是没有苗里考虑事情周全，但是我也有他没有的优点啊。哪里啊？你眼里只有他，你看见我吗？看得见你什么呀？汪兰，你是不是傻？那我对你什么感觉，你不知道。拜托，你们讲这些悄悄话，能不能先把话筒关上？听得全校都听见了。听见没？完了，他一定又生我气。白龙，这汪兰还没有来呢，今天可该做后期了。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？哎，汪兰你来了。汪兰，你总算来了。那你今天的工作内容？抱歉，我马上就开始。没事，也没耽误什么。哎，汪兰，你今天……那个同学，我想问一下，后期配音要多久啊？你躲我？没有啊。明明就有，就是因为昨天的事儿。停！昨天的事就先翻篇儿，我们都先冷静一下。你这是翻篇吗？明明就是翻脸。今天还有工作，你别无理取闹了。喂，狐狸，出大事了，江湖救急。不要着急，就你出大事的频率，用得着这么惊慌吗？你喊什么喊？再喊信不信我挂你电话？哎，这就对了嘛。急眼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，你要先想清楚汪兰不理你的根源是什么，进一步再退一步，该含糊的时候就得含糊，装傻充愣是恋爱的必备技能。哪儿都有你这个狗头军师，净给汪兰添乱。天地良心啊，我可是一切都以对汪兰好为标准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好，叫做以为对你好，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。你吃我包子干嘛？不就吃你一个几块钱的包子吗？这你都舍不得。这不是钱的事好不好？这是命。狐狸，想当初你偷鸡摸狗的事情，可要我给你算算账？小姑奶奶啊，你吃，不够咱们再去买好吗？这还差不多。小姐，要不你还是睡会儿吧。不行，马上要考试了。唉，没想到模范学渣也有今天呐，真该给你颁个脱胎换骨奖。哎呀，小桃，你别提这些了，快，你再给我讲一讲这道题啊！小姐，算上这道题，同类型的题我已经给你讲过3遍了。哎呀，小桃，好小桃，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讲最后一遍吧。小姐，
我觉得你更应该担心的科目是你的古汉语。想想小姐以前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才女。看看现在，现在怎么啦？现在是环境不一样。你赶紧再给我讲这道题，我就不信了，没了苗里我还及不了格。你跟苗大神闹别扭，别带上我们好不好？师傅不让我用法术，我自己考试都是划水低空过，你对我别抱太大希望啊。小涛，你就忍心看着我考倒数第一，被别人耻笑呀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就算你考得再差，还有白龙给你垫底呢。别跟我提他。对哦，你跟他也闹着别扭呢，你们的事儿打算怎么解决啊？你想好了吗？哎呀，想好什么呀？我在想那些，我头发都要掉光了。小涛，你赶紧，我这都要考试了。我现在的目的就是学习，学习，学习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准备怎么面对白龙？你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他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对灯发誓，我对白龙除了哥们儿义气，如果有别的丁点儿的，我就挂全科，补考也不过。我信你了。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我现在一看到他，我就特别的尴尬。小涛，要不你帮我跟他说吧？小姐，我们来看这道题，我给你讲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遍，我都愿意。小桃，哎，苗大神，汪兰去教室了。我不是找他的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可以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吗？还说不是来找他的，这个是复习用的。苗大神，这种爱心干嘛不自己去献呢？难道是因为之前白龙对汪兰？麻烦你了。还有这2位同学，白龙、汪兰。白龙他人呢？算了，我也懒得说他。汪兰，我说你好歹也尊重一下老师吧。老师出题可是很辛苦的，你不会做，你好歹也会蒙一下吧。老师。这个也是要看运气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告诉你啊，顺便你也转达一下给白龙，下个礼拜补考，要再考不过，后果自负。下课。来，包治百病的仙丹来喽！什么呀？爱心课本，补考必备。喂，小桃。有秘密武器，怎么不考前拿出来呀？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！瞧瞧这仔细的注释，再看看这精准的例题分析。他给你的，要不然呢？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Hello。知道主动认错了，算你识相。
歉，没想到我的告白给你惹来这么多麻烦。但是我想看到的是你像过去一样笑着的样子。吓唬我有意思吗？不是汪兰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没想吓唬你，我就想跟你道个歉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就说让你装傻充愣，含糊含糊就过去了，你非要捅破，不伤害了吧？那碰到事儿我就装傻充愣，那是我龙大少的个性吗？说的也是，你哪有这个心眼？不过你也不能整这么一出吧，把汪兰吓个半死，换我也生气，这不变态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你有内线。哎，汪兰怎么样了？事儿倒是没什么事儿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汪兰那是一般姑娘吗？人家大气着呢，也就是一时反应过激，明天晒晒太阳就活过来了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这个表白和这个变态只有一线之隔，兄弟，你要把握分寸啊。这一线之隔，就是他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我，这哪是我能够把握得住的？不说了，赶紧。我跟你说，我干你事。苗大神，你课本交给他了吗？给了给了，我办事你放心。不过苗大神，你真不准备亲自去送一下温暖？啊，主要是汪兰实在是双伤感人，虽然每晚8点都在逸夫楼自习室玩命做题，但这回我估计他科还是挂定了。苗大神，要是连你都不管，那他就真的没指望了。逸夫楼。对对对，每晚8点，逸夫楼自习室。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芳心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
静谧，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